支線管制站，截查一個63歲抵港嘅女遊客，喺佢嘅個人行李裏邊檢獲181支未報稅嘅煙，市值大概1500蚊，應課稅值大概係1200蚊。咁隨即將嗰個旅客係拘捕，佢被控管有未繳稅嘅香煙，同埋未有向海關人員作出申報。今日喺粉嶺裁判法院被判監2個月，同埋罰款2000蚊。海關對判刑表示歡迎，話監禁刑罰係具相當嘅阻嚇作用。中日關係緊張之際，中國同埋俄羅斯軍方進行聯合嘅空中戰略巡航。外交部話各國都有責任阻擊復辟軍國主義嘅圖謀。國防部話，根據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，雙方星期二喺東海、太平洋西部空域組織實施第10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。消息公佈前，韓聯社引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消息話，星期二上晝10點幾，7架俄羅斯軍機同2架中國軍機，當中包括轟炸機同戰機，先後進入南韓東部同南部防空識別區，隨後離開，未進入南韓領空。南韓出動戰機採取戰術措施，以防突發情況。喺北京，國防部過往表示，中俄空中戰略巡航有效檢驗提升兩國空軍聯合訓練同行動嘅能力，唔針對第三方，同當前國際同地區局勢無關。中方早前話，同俄方就涉及日本嘅問題達成高度共識。對於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紛紛反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涉台錯誤言論，以及日本政壇一啲勢力試圖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歷史，外交部回應話，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以所謂存亡危機事件為由，對中國同埋其他亞洲鄰國發動侵略戰爭，所到之處莫不作無對於債駭人聽聞。2戰日軍屠殺平民3大慘案中，南京大屠殺被害人數超過30萬。这人就叫陈延之。惨案中，1個月內就有約10萬名菲律賓平民喪生。新加坡大屠殺導致數以萬計的本地人遇害，戰爭罪行無法侵略歷史不容干涉，對日本右翼勢力不容任何攻擊不友好。马上就到。还挺快呀！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，捍衛戰後國際秩序，確保世界和平穩定。無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道。差股市表現，道指暫時升咗119點，報47,858點。歐洲股市方面，三大指數個別發展。休息翻嚟會講下，一班候任議員同埋現屆議員一齊見記者，唔少人都話上任之後會跟進大埔合作。第一是我，值得重要。近20億群組完成第一次嘅出唱活動。唉，細佬，一齊睇星星咁浪漫，只有皇后先唱正你件絕世獎品。哇！真係大家乞衣㗎嘛？黃道益歡樂有請喜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聽晚8點翡翠台。隨時開台啦！世界智能麻雀機可以打廣東牌、台灣牌、2人3人麻雀，拎出街玩都得。過嚟益世交連線試下玩啦 TVB Anywhere 旅行公劇冇難度。这只是生存赛，不要被那个光翻的。我这上面也可以，我扔这还可以。反正也都是这样。溜了溜了溜了。我嘅屬靈秘密冇精神。全靠攝達女士菜，含獨特配方，預防骨質疏鬆，舒緩筋骨，令皮膚光彩有彈性。攝達女士菜。这是冰
三。一批吊環 Funky 祝福這星期。講本地季節性流感活躍有上升。如果你哋唔分享流感免疫力，咁嘅風險會大大增加。死亡，特別係20歲或以上人士、兒童。唔好等，快打針防流感。將變修身 BCC， 有別邊一先益生菌瘦身牌配方，幫你輕鬆瘦身。美精視菌結合玫瑰果多酚，燃燒內臟脂及皮下脂，雙重加持，共搶燒脂。BCC 深下人。還是直接是16秒？但是你的第選用3種美髮精油，瞬間覆蓋頭頂及分界線部位，維持蓬鬆感，方便使用，即時補聲。到了生存賽，我選哪邊呢？真的還是繼續選醜吧。獎座嘅背後喺觀眾問問，你哋嘅票最珍貴嘅。試過攞獎之未？令我更渴望再次企上呢個頒獎台。呢一年可以帶俾大家咁多歡樂，係我嘅我會專心一點。獎座係代表我哋全年嘅生命結晶，你嘅一票就係對我哋最大嘅。演員嘅成功都係靠努力，另外一半當然係靠你嘅支持啦。大獎全球觀眾一票認證，即時應票包通投選心水師弟。立法會現屆同埋候任議員一齊開會，有候任議員分享理念同埋抱負，唔少都話上任之後會跟進大埔火災。哇！即刻仲要我哋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率領現屆同候任立法會議員見傳媒。多個新當選候任議員，包括九龍東嘅張培芳、旅遊界江文慧，仲有多個現屆議員，包括將退任嘅葉劉淑儀、林健鋒等都有出席。有11人獲安排發言，包括7個現屆議員同4個議會新面孔，唔少都話會跟進宏福苑火災。越大嘅權力係帶嚟越大嘅責任。安全係一個城市嘅發展嘅基石，更係工程同埋相關專業不可動搖嘅底線。我哋下一步咧係改革工作，但係更重要嘅就係點樣帶領香港展望未來。作為大學同埋金融界嘅一個分子，我自己係希望可以推動到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同埋金融一體化。新一屆立法會會期出年1月1號開始，有門黨派議員率先開始討論。純粹一個獨立嘅議員單打獨鬥嘅話咧，可能喺不同啲政策上，同埋同一啲政府官員喺傾嘅時候，未必咁有效率。我覺得同獨立議員嘅分開比較方便，亦都係就住議題同唔同嘅政黨合作，呢個係當然係一個好嘅方向。立法會秘書處話，今次係立法會全部都是哪一名？現屆同候任議員一齊見傳媒。無線電視記者譚耀報道。因應近期嘅天虹口亞熱本地個案，青衣自然徑即日開始暫停開放，進行密集嘅滅蚊。當局係用鐵欄將青衣自然徑嘅通道封住，又貼出告示通知市民。衛生防護中心話，近期有5宗基控口亞熱嘅本地個案，患者都係去過青衣自然徑一帶，部分人曾經係報稱被蚊咬。中心鑑於一啲個案嘅樣本分析結果顯示相同嘅基因序列，評估之後決定暫停開放青衣自然徑，直至另行通知。中日繼續就雷達照射風波隔空爭拗，而兩國之間嘅渡輪服務暫停，相信係受到日方涉台言論影響。日本防衛省日前話，一架從遼寧艦起飛嘅中國殲15戰鬥機星期六喺沖繩東南方公海上空兩